造成90%以上塞车情况的元凶，其实就是今年端午节有3天连假，不过碍于全台湾仍然笼罩于疫情的阴霾之中，政府也极力宣导大家尽量不要返乡，并且在国道的各个入口匝道祭出史上最严管控，包括延长红灯秒数、增加警车管制等等。虽然这样的做法确实使国道的车流减少很多，但也造成一堆车辆全部塞在交流道，让平时走国道上下班的通勤族一片哀嚎。这次情况特殊，我们就不讨论了。不过以往只要一有连假，尤其是连假的最后一天晚上，高速公路上一定也是塞成一片红海。准备要上匝道的你看到这片景象，都快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路来到了某一个停车场。不过为了回家，你也不得不一头栽进这滩浑水。说到这里可能唤起了不少人痛苦的记忆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究竟为什么会塞车呢？道路上发生了擦撞车祸，一台老车突然在路中间抛锚，或是载着一堆西瓜的货车侧翻在路中间，洒了一地的洪水。这些事情都有可能会造成塞车，但是它们都不是平常塞车的主因。事实上，造成90%以上塞车情况的元凶，其实就是正在开车中的你，以及数以千计开在你旁边的那些车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开着车，突然间前方的车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慢了下来，于是你也跟着一起踩了刹车。接着你后面的车看到你慢下来，也踩了一下刹车，只是更大力一些，然后在后面的车又更大力的踩了一下刹车。这个刹车传递链就像一个波一样，慢慢往后传，越传越大，渐渐的在后方形成了一个堵住的车潮，而这就是最常见的塞车主因。因此，当你前面的车突然刹车再加速，对你而言可能只是踩一下刹车再踩油门，但是对于非常后面的车，可能已经面临了一个严重的堵塞。这种效应在车流量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明显，因为此时每一台车之间都离得很远，所以后车或许不太会受到前车的影响。但是当车流量开始增加，车和车之间的距离变近了之后，人为造成塞车的几率就会以非常恐怖的方式上涨。这时你可能会想，只要我们所有车都以一样的速度前进，这样就算车再多也不会有刹车传递的问题，不是吗？确实，若是所有车辆行驶的速度一样，理论上当然不会有塞车，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因为只要路上有任何一点小小的干扰，有可能是前方突然的一个急弯，地上有个凹洞，或是遇到上下匝道的车辆，都足以让车速稍微变慢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道1号湖口段特别容易塞车，除了因为这段有休息站和湖口、竹北2个使用量超大的交流道之外， S 型的限行也造成车速进一步的降低。这部影片就很好的描绘出了塞车发生时的情况。影片中的所有车辆都绕着一个圆旋转，理论上每一台车都应该以一样的速度行驶，因此在理想的情况下，塞车是不会发生的。但我们所有人都不是完美的，当某一辆车子突然间因为什么原因而慢了一下，后面的那一台车也就跟着慢了一下，接着在后面的车也慢了一下，再在后面的车也慢了一下，最后塞车就在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之下诞生了。知道原因之后，究竟这个塞车的情况要怎么去改善呢？我们可以从2个面向出发，一个就是增加道路的容量，拉开车与车之间的距离，这样就可以降低前车对于后车的影响，而拓宽道路就是个有效的办法。另一个则是尽量维持车辆等速前进，也就是减少造成车辆减速的因素，此时将路线拉直，增设立体交叉，以及维护路面品质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不过说到底，最有效的避免塞车的方式，大概还是不要开车出门，养成使用大众运输工具的习惯。当高速公路上少了一部分的车辆，塞车的情形就会减缓很多，而你则坐在全球最顶级的高铁上面，享受着铁路带来的便利，可谓利人利己。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别忘了在留言区分享你塞车的经验给大家知道哦。那么下次见吧，拜拜。